人講愈在地愈國際，咱台灣有4組的兒童合唱團去到匈牙利參加第5屆的布達佩斯國際合唱慶典，甲20個國家36個合唱團拼輸贏。其中呢，高雄市立兒童合唱團摕到民謠組的金獎，加兒童組的銀獎。團長就講呢，大家出國比賽，伊攏會準備母語歌曲，親像這回就台語、客語、原住民語3條歌，希望讓世界感受到台灣多元文化的水。高水的舞蹈動作配上優美的歌聲，高雄市立兒童合唱團初3到初5去匈牙利參加布達佩斯國際合唱慶典，用台灣3首無共母語的歌謠，包括台語、客語甲原住民語，打敗來自20個國家攏總36支合唱團，摕到民謠組的金獎，也有兒童組的銀獎。我們唱出了屬於自己的優美歌聲，並且還贏得了金獎和銀獎，這是我最驕傲的事。我在大班時就已經加入高雄市兒童合唱團，這麼多年過去，我們已經從小黃鶯班一路升上高級班，大家也曾經一起表演、一起練唱。現在我們來到國外比賽，拿到了佳績，驗證了我們這幾年培養出來的默契和實力。用歌聲，讓世界看到台灣多元的母語文化。在咧摕到好成績了後，兒童合唱團的囡仔嘛去拜訪斯洛伐克的台灣代表處，佮去聖安德烈廣場快閃表演，寫袂足幾路的外國人攏停落來欣賞。團長講，因一禮拜敢若會當練習1擺，摕到2座大獎，袂足國外團體攏真佩服。不離個出國比賽上大的使命，都是推廣台灣文化。高興的是，然後每次出國比賽都把台灣的本土文化，包含國語、客語、原住民語的多元歌曲帶上國際舞，讓世界聽見台灣的歌聲與美好。除了高雄市立兒童合唱團，這屆布達佩斯國際合唱慶典，也有屏東、台南、台北3組合唱團去參加，也同款摕到真濟大獎甲最高榮譽，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歌唱實力。記者柯家祖、邱超雄高雄場報道。